今仔日牧师要照着《使徒行传》11章19节到30节，要来分享。你敢知影基督徒是啥物意思咧？基督徒是啥物意思？咱拄则有读到基督徒就是你安提阿的教会开始本来拢是耶稣的学生，人就叫伊行做基督徒。咱即马要来听上帝分享的时阵，咱做阵压头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阮感谢你，阮相信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求主你的光照着阮，照着你的话语，互阮明白安怎来做一个基督徒，互你会当欢喜，互阮会当得到祝福。主，阮甲下面的时间拢交伫主你的手头，愿主你的圣神来帮助阮，对着你的话会当来明白，不但明白，因为主你讲。阮若是听主的话，来行主的道，阮就是有福气的啦。求主来祝福阮下面的时间，互每一个兄弟姊妹照着你无路用的仆人所分享的，会当做阵来明白，免来做一个互主会当欢喜的基督徒。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免。你敢知影一个基督徒是啥物意思？当我若讲我是一个基督徒，可能真侪人会去想着讲我著有做礼拜，我著有读圣经，我嘛有祈祷，我嘛有奉献，甚至我厝诶人嘛有基督徒，可能一般世上诶人，是一般诶兄弟姊妹拢会安尼想。毋过，当我若讲是基督徒诶时阵，其实咱毋是你共讲，咱敢若得救尔，是讲咱有迷失过。毋过即马我已经清醒了，我要选择行一条无共款的人生的道路。我要行的是一条无共款人生的道路。但是即条道路是啥物道路？真侪人拢想讲我将来有永生的活命，因为我已经信主了，我得救了。但是兄弟姊妹，你捌想过无？永远的活命，毋是去到天顶才开始永远的活命。其实，当咱若接受，是讲咱就是基督徒的时阵，这个永远的活命，就是咱伫咧咱的身躯咯。所以，对迄当阵开始，咱就行上一条无共款的人生，毋是世上的人生，是一个基督徒的人生。所以，咱今仔日照着使徒行传要来思想的是，讲像咱拄则讲的，我著有做礼拜，我嘛有祈祷，我嘛读圣经，我嘛有奉献，安尼我敢是基督徒？一个神学家咧讲John Piper 伊安尼讲，伊讲你若是干那去教会，无法度，互你正做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。无毋对，咱拄则讲我有做礼拜，我有去教会，我有读圣经，我有奉献，我嘛领圣餐安尼，我著基督徒，坦白讲，无毋对。你讲的，这是一个基督徒的表现。毋过牧师要问你的就是讲，敢讲安尼就是真正的基督徒吗？咱来看一个，你看过猩猩甲人无？有真共无？看起来嘛有目睭，嘛有鼻，嘛有喙，嘛有耳孔，身躯的形嘛不哩像，嘛徛条的。敢讲伊甲人共款嘛？敢讲伊是人嘛？咱讲无共伊甲人无共，你会当甲我讲伊甲人倒也无共？共款。咱今仔日咱伫世上内底，咱若讲咱是基督徒，咱到底是安怎？甲一般所讲的这是安怎？这个牧师你讲，还是讲咱咧想的这个基督徒有啥物无共咧？总是咱人甲这个动物的无共，甲这个生看做共的。毋过咱有真侪，譬如讲咱的灵性、咱的品性、
是甲遮个情形是无共的。所以牧师今仔日，你甲想看遮个囡仔，你看遮囡仔出世的时阵，一定会生杀人的。如果恁兜的若有囡仔出世，有人来甲你建议讲，哎呀，这个囡仔倒位生妈妈，倒位生爸爸，哦，倒位啊生阿公，啊倒位啊生阿嬷，我看每一个人拢真欢喜。那如果讲，这个囡仔，哪会甲恁兜的囡仔拢无相像咧？安尼你当阵你就是讲，奇怪，这囡仔哪会无相像？会怪怪无？啊，顺讲，这个囡仔出世几落岁了，拢毋捌你厝诶，拢伫外口，甲厝诶拢无关系。这个囡仔敢是厝诶囡仔咧？咱今仔来看这个经文的时阵，讲到当初司提反会发生这个苦难的代志，就是这个当初的基督徒，当初的门徒就是逼迫了后，大家就四界分散。咱今仔看这个所在，有的人行去腓尼基，有的人行去基比罗，有的人行去安提阿这个所在。当然有人讲，咱敢若对犹太人来讲道理。毋过其中嘛有人对基比罗个人来遐去传到安提阿迄个所在，嘛是共款往啥物话？往希利尼人传主的福音。也就是讲，因讲的话可能无一定是干那像咱咧讲，干那讲台语尔。伊可能嘛有可能讲华语哦。即讲因咧传到去的时阵，毋是干那讲台语尔，伊嘛有可能干那讲华语。来甲人传福音无？你搁甲看，遮个人拢对各个所在去到即个教会，去到安提阿的即个教会，因为看到上帝恩道欢喜，好劝众人用心志来结连咧主。意思是讲，今仔日咱无论去到倒，咱若去到一个所在，弟姊妹，你有归属一个教会无？真侪人讲我著属主就好啊。一个囡仔甲你讲你对倒来？恁兜咧倒？伊讲你莫问我这，阮兜是世界，就是阮的兜。你会感觉讲，你若做老爸老母，你会感觉讲，这囡仔哪咧讲？今仔日咱来到温哥华，咱嘛是共款。人若问你讲对倒来，咱总是有一个归属的所在。我对台湾来。我对什么某某所在来，拢有一个归属。但是真侪即摆基督徒讲，我基督徒，但是你若问伊讲，你伫倒是教会，伊毋敢讲。拢是教会，拢共款啦。弟姊妹无毋对，教会拢是上帝的厝。但是你若去到倒，你若去到迄间教会，你敢有归属迄个教会咧？你敢有安心伫迄个教会？大家用心志来结连伫主的内底咧，我比咱今仔所看的这个经文，我比人来拢无相共。毋过若来到这个教会时阵，伊拢有一个归属感。姊妹，咱毋是常常讲落叶来归根吗？但是咱今仔是基督徒的人生，咱是一个基督徒，为什么咱无法度讲我属于什么教会咧？啊，是讲我这个我大家都是我的教会，弟姊妹，无毋对，上帝互咱世上真侪教会，但是无论如何，咱去到迄个所在，你一定是找一个教会伫遐你归属，无可能四界乱走。但是咱即马发觉真侪基督徒并无了解，你看因那个基督徒创啥物？大家做阵往心连接主，日日啊传这个福音，日日啊传这个福音，日日啊大家互相无论倒位来，我相信咱若看使徒行传，咱拢会当理解，因往上帝听日啊彼此听读，日啊你做阵生活，伊无管你对倒位来，每一个人拢归属伫遮。我若来到这个教会。我若伫即个教会内底，我就是归属即个教会。
这就是即马真侪基督徒无啥了解，当初到底基督徒安怎产生的？无毋对，当初真侪人去到即个教会，边仔人看到人讲，遮个人甲咱无共哦，遮个人无论对倒来，因拢归入伫即个安提阿的教会，因去到迄个教会，伊就属于迄个教会，属于迄个教会，所以咱无毋对，咱伫上帝即个教会内底，你爱想，这就是你的厝，无论你对倒来，你有归属无？这是咱必须思考的问题。今仔人真侪人讲，我有读圣经，我有去教会，但是你无归属教会。敢若讲，恁兜的囡仔无归属你的厝的时阵，也是讲来到遮并无归属你，请问你伊的心敢会安定？咱的心敢有一个安定迄个感伫咱的内底？咱今仔日来到温哥华嘛是共，咱对台湾也好，对什么所在啦，咱来到遮。无毋对，咱可能背景拢无共，但是今仔日你若是伫即个教会内底，你爱问你家己，我有属于即个教会内底无？我对于即个教会内底人，我有做阵用心智，你连接甲主的内底无？你甲想看觅，今仔日真侪人对于归属即个问题。无啥看重，所以虽然伊也是来教会，虽然伊也是甲兄弟姊妹互相有沟通，有这，毋过伊就是无归属，伊无归属。望兄弟姊妹，咱下当做一摆，搁一解来理解。当咱若讲咱是基督徒的时阵，咱第一样代志，就是无论咱行到倒，上帝带你到倒，你去到遐。你有归属伫上帝的厝？牧师会当甲你讲，即马教会真济袂要紧，但是牧师要讲的是，你若去到迄个教会，你有归属伫迄个教会无？你有安心你的教会无？有个人甲讲，牧师啊，我拄来遮，我无了解，我祈祷，我当相信无毋对，你会当祈祷。但是你若是伫遮一段时间，若拢伫遮，你爱问你家己。你有归属教会，还是讲你走总找教会咧？若是安尼，你哪会当安定咧？若是安尼，你敢会讲我是一个基督徒咧？我是一个基督徒，但是我无归属伫上帝厝内底。求主帮咱啊，这是一步真重要的代志。无论你去到倒，你照着圣神的引带，你若去到迄个教会。当然，你讲牧师啊，我去到即个教会，我可能无适合，无毋对，你在祈祷因为教会真济，但是阮牧师要讲是，讲你若离即个教会一段时间了，你若阁无认识你属于的教会，也是毋敢甲人讲，我就是你什么教会内底聚会兄弟姊妹，安尼我要讲，你还阁想看觅。当你讲你是基督徒的时阵，你的厝伫倒咧？你莫甲我讲我厝教会世界足济，我的厝世界拢是我的厝。兄弟姊妹，你若看到这，咱拄则来遮你看，有3种的人哦，对无共阮所在来到即个安提阿的即个教会，因就是归属伫即个所在。好好伫即个所在，大家相结连，大家互相劝勉，大家来传福音。可能用犹太话来讲，可能用希腊话来讲，拢袂要紧。重要，因的心智拢是连接伫主，因为伊相信，伊来到遮，伊才了解这是上帝互伊来到即个所在，特别是出外来到即个所在，上帝甲咱预备咱的厝。你有想过看觅无？为什么上帝要甲咱预备咱的教会？真侪人讲，我甲上帝关系好就好咯。弟姊妹，我要甲你讲，可能你对基督教的认识不够。你若是安尼，你爱思想，一个囡仔，那你外口讲我著属于世界，我甲世界拢有关系。但是你对倒一间厝来，莫甲我讲这，我无爱讲这。我相信这个囡仔一定是受伤，一定是有真济心内苦楚，但是基本是安尼。
咱嘛是搁爱想。主啊，虽然我去面对的环境可能有教会无一定遐尼好，但是我即摆若伫遮，我若来到即个所在，我真正要归属的，就是上帝即个厝。我要甲世界是分别出来，毋是我无归属，毋是我无有即个所以讲我毋知要去倒，我敢若无根共款。相信咱兄弟姊妹拢会当体谅甲了解，每一个人拢爱有归属。你爱问你即摆归属伫倒位啊？你讲我归属伫上帝遐，但是上帝问你讲，你有你厝内底无？真侪人讲真悬的理论，但是生活当中是毋是你属于主的？属于主甲你讲，我甲你设立一个，你无论行到一个所在，我拢有一个厝要互你入去内底住。你内底甲兄弟姊妹做阵，你遐大家做阵会当用心志来结连咱的厝。咱会当看到咱厝内人搁较侪人来出世，搁较侪人来领受这个福音，咱拢会当欢喜。但是咱今仔日，咱来想看卖，咱敢有安尼呢？所以求主帮助咱。第一样啦，基督徒，你有归属的教会无？牧师拄则你讲，你毋捌想过无？有一日，咱拢想要去天顶的厝，请问你，去天顶的厝，你想要创啥物货？咱要归属去天顶，敢毋是咧？毋过你地上，咱就开始归属。咱你地上就开始是属于上帝的厝内底的生活咯。所以你去到未来，咱若去到主的迄个所在，迄个厝，咱才会关系。无你哪会关系？所以这就是特别主甲咱伫地上设立教会，讲每一个人拢爱属对教会内底，因为这是上帝的厝。咱伫厝内底出世，也是讲咱主上帝甲咱安排真侪厝。咱一定要找到一间属于上帝的厝，伫遐来归属，因为我是甲世间的人无共，我是归属于上帝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若是讲基督徒，咱讲的是讲咱有一个人生的道路，甲世上无共。我是属于上帝，我是属于你上帝厝内底啦。我今仔日无论行到倒，我拢会当找到上帝的厝里啊，甲做阵甲遐个人，就是我无管是熟悉，还是无熟悉兄弟姊妹，做阵里遐，大家联合你主内底，这是头一件足重要的代志。但是牧师你看，真侪人对这无啥介了解，真侪人真自由，伊是基督徒，伊讲伊是基督徒，但是你若实际上问伊，伊无归属。伊无归属，伊可能这个走，迄个走，但是伊无归属，伊无归属你上帝厝内底。我相信，恁兜囡仔虽然去世界外口去走，世界去走，伊嘛有归属。伊若无归属，你看了你心情是毋是感觉讲，安尼是你，哪会安尼咧？咱过年拄啊过，为虾米咱无论去到外远？咱拢爱团圆，迄就是归属。同款，咱做一个基督徒，咱今仔看到这经文里讲，无论是倒对啊啦，伊去到迄个所在，伊就去归属你主的内底。而遐，甲做阵，无管熟悉无熟悉，做阵，大家伫遐来连接你主的内底，做主要咱做的代志，做上帝要咱行的路。所以第一项，咱爱归属上帝。你若讲你是基督徒，你若无归属上帝，你爱去想，你爱去想，安尼我敢有成基督徒？第二项，所以讲咱伫遮，你讲教会是上帝的厝，咱是厝内底啦，咱是厝内底啦。咱的关系虽然有熟悉无熟悉，因为主的关系，咱拢是兄弟姊妹。我说过加讲一句，就是即马真侪教会。外口甲内面分袂清，咱爱想，咱兜的人，若为了外口的人，你冤家，我毋是讲咱无要听外口的人，但是咱家己是毋是爱先好好的？
咱家己是毋是爱互相来扶持甲鼓励咧？毋是互相攻击，毋是互相来疼煞，毋是互相来分别。但是真真侪教会，真侪基督徒讲我基督徒，但是入去到教会内底，开始做分别，开始做真侪关系破坏。我相信这毋是上帝，毋是咱的主要咱看。我相信你若做士大人，你嘛无望讲咱咧厝的兄弟姊妹的关系有拍歹去，有无好去。我相信做士大人一定拢会当体会。所以今仔日咱若体会上帝的心，讲咱若去到即个厝的所在，即个是上帝互咱的厝，咱就是三角合一，要安怎来建造上帝互咱的厝？当然有真侪代志，咱无一定拢看法共款。毋过，咱爱有一个心，讲咱拢是上帝厝的人，咱爱和睦，互人看见咱是属于上帝。因为主若是讲，咱若彼此疼痛，人才会知影咱真正是属于上帝。若毋是，颠倒互外人来踢笑。我所要讲，咱拄则咧看有人传福音，无毋对，迄嘛是上帝疼，咱爱去疼。但是咱疼别人是爱疼。毋过，咱家己厝诶人，敢会当因为疼这，就来起冤家，互规个厝雾苍苍咧？我相信这拢毋是上帝诶心意。我相信咱若有家己诶厝，若对咱诶厝来思想，我想大家拢会当去共心讲，是，无毋对，这才是道理。咱爱合一，咱爱来建造上帝诶厝，因为咱拢是上帝厝诶人。甲即个疼伫咱诶当中，咱甲挖出来，当然人看到咱。毋只会讲，哎呀，恁即间厝确实无共，确实无共。即个厝有即个疼，有即个爱，毋是你啊互相咧攻击，你啊互相彼此之间咧对立。我相信这也毋是上帝意思，毋是今仔做家长的，咱也无爱看到咱的事实，你啊互相咧攻击，你共一间厝内底。所以咱是厝内底的人，咱来看顾咱彼此的关系，咱来相连你主的即个，互咱的即个厝的教会内底。你若是伫即个教会内底，你就爱好好伫即个教会来属于即个教会，安尼才是上帝的心意。安尼咱来讲，咱是基督徒，应该讲安尼是较合理的。第二样，咱看到经文讲，即个巴拉巴伊就去大数找扫罗，去到遐拄着，就带去安提阿做创啥物？伊咧教会里一集教是济人。伫即个，你有想过讲，你的囡仔出世，是你一日就大汉，你是毋是拢会带伊去学这学迄咧？所以你教会嘛是共款，咱教会若一日，上帝互咱即个厝，咱迄个厝内底有上帝的话语，有上帝的真理，咱是毋是会当理解讲，咱伫教会内底，咱就爱来学习咧？咱伫教会内底，咱就是爱来读上帝的话咧。你爱问你家己，无论世上也好，还是你住的厝也好，你拢会当讲，咱食甲老，活甲老，学甲老。但是咱即马有咧学无？咱有永活的生命，上帝的话语放在咱遮，咱有去追求上帝的话无？咱有去好好甲兄弟姊妹一日。上帝话来帮助咱无？长老来教是咱上帝话也无？咱有咧学习无？还是讲有啦，有但是我都无时间。兄弟姊妹，无时间，你爱想看觅？你有时间学世上遐尼济代志？我也相信真济的大人也真望你的囡仔长大。有真好的即个技能也好，也是地位也好，拢送伊真济去学物件。但是咱家己，无去想着讲，咱家己爱学习也免，咱家己爱读上帝话也免，咱爱做榜样，互咱的事实看也免，也是咱所做的拢是甲杀对世界去。但是若对教会，鼓励兄弟姊妹来读圣经，鼓励即个聚会来互相来想上帝话，爱互相分享上帝话。你讲我无时间，我嘛无闲，
这安尼你想看觅，敢无好势？所以求主来帮咱咱会当想看觅讲，即个问答开始，学生个基督徒因你内底是咧创啥？啊，咱今仔日咧，咱今仔日咧教会，敢有做即个代志？咱有爱学习无？哦，你讲吼，牧师啊，我拢读过啊，感谢主。你若拢读过吼，牧师为你感恩。安尼你会当来教逐个无？啊，你若讲吼，啊，牧师啊，我真侪无读，安尼牧师要鼓励你，你会当来学习无？你去细场学真侪代志，你去细场开真侪时间，但是你有想过讲，主互咱的这永远活命的话，咱哪会拢无咧读咧？安尼咱想敢对？咱若想安尼，咱是毋是想看觅？无毋对，你讲牧师啊，一年当中吼，因为即个疫情的关系吼，啊，所以讲有真侪无利便，吼，啊有真侪即个吼无好势，啊，所以吼确实有真侪困难。啊，你即个你讲的拢是事实，但是囡仔敢会当甲你讲讲，爸爸妈妈啊，我吼就因为学习真有困难吼，啊，所以我拢无爱来学。你会安怎想？你会甲鼓励无？讲袂要紧，咱有困难，毋过这是对咱好诶。咱安怎做阵来鼓励，咱做阵互相来勉励，啊，咱甲这学会晓吼，对咱的一生是真大诶好处。咱做阵来做好啊，毋好？我相信你若你厝诶做事大人，你一定安尼来鼓励迄个囡仔。啊，咱想看觅，上帝嘛要鼓励咱，有真侪问题无毋对，但是上帝会应带咱。我相信因当初安迪亚伫遮，因对嘛是真侪迄个逼迫你来到即个所在，伊真侪问题，但是因原来是同心。你搁看去到即个所在，当初因即个耶稣的学生彼得啦、约翰，因即一做法，因咧创啥物？当初的教会，因到底咧创啥物？但是咱今仔教会，咱有成咱较早上帝留落互咱的教会形式嘛？我毋使讲，我毋当讲逐项拢共，但至少。传福音这项代志，至少你教会学习这项代志，咱有咧做；至少伊归属你教会代志，咱有咧做。也是有咧做，这是何等真水的代志，因为这是上帝所纪念。咱若无咧做，咱来想，今仔日照着这个经文，咱搁来想，主啊，我相信你要提起阮，一定是要对阮有好处。牧师照着这，也是要甲大家分享。虽然这个环境的问题，互咱的学习，可能你咧操作电脑的问题也好，也是操作真侪物件，拢去引起真大的困难、甲挑战、甲艰难。毋过我相信，那因为安尼，咱愿意顺服上帝的心，咱愿意照主的话去行。我相信你会更较开阔，我相信你捌的物件会更较侪。咱来做一个骨力的基督徒，毋是做一个笨蛋的基督徒。讲我主要就是安尼，所以我拢袂伫做。咱毋是定定咧讲，咱人袂伫做诶，或者主的圣神，咱逐项拢会伫做，敢毋是安尼咧？我毋是讲咱一定要做偌大诶代志，但是如果若遮尔诶即种诶代志，咱拢袂伫做，咱要来鼓励，互咱诶子孙讲：啊，你著爱拍拼，你著爱骨力。伊看到你讲：啊，你嘛无咧拍拼，你嘛无咧骨力。啊，你也无咧追求啊！啊，叫你追求上帝。恁讲恁拢听上帝爱上帝，但是你拢无咧追求，啊，干那一工敢叫信上帝？你感觉咱安尼做诶看，伊会感觉讲，咱讲诶甲做诶都无共。伊安怎想诶？所以实际上，即马咱来了解，就是真侪囡仔为虾米伊无要去甲教会咯？真侪问题可能是咱诶生活，嘛是安尼。有一日。咱若见主诶面诶时阵，伊会问你讲：啊，你地上诶生活到底是啥款诶？安尼即时阵，咱会见笑，也是讲主啊，啊我拢照你所讲诶，我拢去做咯。虽然我毋敢讲做了真好，毋过你讲诶，我拢有一直咧做。哦，我一直做。虽然我无讲做到，毋过我迄个心是一直做，我愿意做。感谢主，我相信这也是咱诶机会。
搁再一届咱互相彼此勉励，勉励啥物？兄弟姊妹，你有偌久无好啊读圣经咯？兄弟姊妹，你有偌久无好啊甲兄弟姊妹做阵咧查经咯？我知影有真侪人嘛有咧做，感谢主，这是真水真好诶代志。牧师伫遮要鼓励兄弟姊妹，你若无参与诶，你若无参加诶，牧师要来鼓励你，你爱参加，因为你是属主诶。今仔日活的毋是你，是主伫你内底，要甲你引出行即条永生诶活命诶路。我相信你嘛是要才会诚做要做基督徒。啊，你若是无买，其实你当将来，你甲去天顶，你也是讲你就袂关系，因为地上诶生活就开始，你反映咱将来要去天顶诶生活。特别是你教会，因为教会是上帝设立互咱诶厝，咱伫厝诶内底，敢若将来咱伫上帝国诶内底，你天顶上帝国诶内底，咱要哪活，要哪做，咱爱有关系。相信你捌听过牧师捌分享过一个人，一个爱跋筊诶，一个爱食薰诶，哦，爱跋筊咧，去到天顶，手咧上，讲哎呀，遮拢无人找人来做阵跋一个，结果找无半人，哇，真艰苦，遮拢无人甲我共款诶，足痛苦诶，所以伊去天顶有啥物意思咧？爱食薰诶嘛是，哦啊，我伫地上爱食薰。去天顶我挡袂牢，安尼拢无人咧食薰，遮嘛无卖薰咧，没关系。伊讲我来遮真艰苦，兄弟姊妹，你是行一条永活的道路，你将来是要去上帝天顶的迄个厝内底。至于你地上设互咱的厝，咱有关系，咱有了解无？如果对地上的厝，也是对上帝祝福咱的引带，咱拢无要插。咱后面去住迄个厝，你敢会快活？你敢会爽快？所以求主帮助咱会当思想。当咱来讲基督徒的时阵，第一项，咱会当了解咱有归属；第二项，你伫上帝厝的话底内底来建造、来大汉、来学习。敢若咱最上嘛是共款，咱出世，那么咱大汉咱学习。啊！你爱问我，啊，咱学习大汉要从啥物？哦，所以咱伫遮会当你看，咱要诚做愈来愈成基督的梦。当然，这真济，这中间有真济艰难甲挑战。牧师对了就讲啊，无遐简单。但是你爱想看觅，迄喷泉，有人讲喷泉喷出来水足水的，兄弟姊妹，你爱了解，因为伊有压力。我相信咱囡仔也好，咱学任何物件好，拢有压力。但是这个压力是咱会当来吞忍的，咱会当来领受的。所以，因为咱会当领受，咱会当吞忍，所以咱抓出来水就足水的。这是喷泉。搁刷你也看到瀑布，咱讲瀑布足水的，伊无你受伊就退咯，伊干那会当往前行。兄弟姊妹，咱基督徒的人生，咱敢会当向前行？你一定选择着这条路，永活的道路，咱就向前行。虽然这当中学习也好，也有真济代志也好，当然有真济压力、甲无爽快、甲无好势。不过这终尾是要成做你的祝福，是要成做咱的祝福。你毋是要为着这祝福吗？咱拢袂啊，所以咱就暂时忍耐。虽然一寡无好势、无爽快，也是安怎，咱拢会当互相讲主啊，帮助咱，帮助我，会当面对这个艰难，面对这个环境的这个无好势，我愿意。我相信咱有这个心，上帝一定会足疼惜咱，一定足疼惜你。敢若讲你看到你的姿势，你的后生，若有这个心，你是毋是足疼惜伊的？讲啊，这个囡仔真水真好。所以咱毋是敢若看到囡仔，咱看到上帝，咱看到咱家己，咱是毋是有你厝的内底，属于这个厝内底，伫这个厝内底好好学习，来长大成人的，来愈来愈成熟。这是咱一生要伫世上要行的道理，要行的路。咱继续过来看一下，24节讲啊，当时啊，迄当时啊，
有几个先知甲耶路撒冷吼去甲安提奥，啊有人就起来讲，起来讲吼，啊我甲你讲吼，喂啊后边吼啊有金哦，哇啊你个耶路撒冷遐兄弟姊妹哦，因为遐足艰苦诶，啊咱着安怎做咧？因讲吼，啊咱照咱诶力量啦。来供应我这犹太兄弟，所以因就借即寡钱啊，就交代巴拉巴甲扫罗，要经手转去互耶路撒冷的这个丢落。这讲什么代志？就是讲咱有侍奉无，咱有奉献无，咱有对主的事工，咱看到咱好，也是讲咱会去做，咱有卫生的这个侍奉内底。我相信你的囡仔大汉，读真济学问拢真水。但是伊若无你贡献伫社会，伊若无贡献伫即个厝诶，伊所读诶，那有啥物路用？那有啥物路用？所以咱对遮来讲，若是一个基督徒，咱无论是属于一个上帝厝内底，咱伫遐内底学习也好，咱重要，咱爱怎啊？咱爱委身侍奉。你一定爱来侍奉。尤其是咱厝诶，若有当欠缺，你若做会到诶，无论是金钱，还是时间。也是你的能力，那我相信咱拢应该提出来奉献，来分享，互大家更加好。我相信这嘛是咱大家愿意做，只是有当时无想到遐济尔。所以无需要鼓励你，当咱若讲基督徒的时阵，毋好忘记，咱爱委身侍奉伫即个教会内底。所以保罗嘛是甲咱讲啥物？讲咱亲爱兄弟姊妹，你一定爱坚固，毋过摇动。定定做主的工，因为你主内底的劳苦，毋是白白做的，毋是突然的，袂浪费的，拢有真水的上帝纪念伫的。恁所付出的劳苦，上帝拢纪念。我相信，咱若做家长的，看到囡仔对厝也好，会当尽心尽力伫遐咧做，我相信你一定足甘心。我相信你一定心内底会感觉讲，这囡仔真好。同款上帝看咱嘛是同款啊。今仔日咱所得到的，无论是生命，无论是学习，那毋是要做你主的工作内底，安尼咱所读的、所学的，有啥物利益咧？有啥物好处咧？咱你世上所学的，将尾你嘛是像囡仔大汉，学真侪物件，伊虽然生活，毋过伊嘛是贡献伫社会，这就是有一个价值性伫啊。而且咱伫主的内底，咱的价值性，毋是世上的，毋是短暂的，伊的价值性是永远的，这个成就是永远的，咱爱会记。所以咱第三点，咱若是讲咱是基督徒，你爱问你家己，当我渐渐长大，愈来愈大汉，我淡薄开力，我有伫主的工作内底，我有参与无？还是讲这无我的代志啊！因为爱做的人去做，我无时间无通做。我相信若安尼，是毋是你爱加想看卖？这是上帝的心意吗？是咱听做基督徒吗？我相信你圣经内底，大家看到这个图，下当就知影讲，这个人是摩西。为什么你知影摩西？因为伊参与你上帝的工作内底，所以你圣经内底有记载，所以大家读，大家就知影，对毋对？搁来。这摩西，搁来你看这个啥人？这个撒母耳，撒母耳对世事的时代，迄当阵无王，伊甲安尼带过来建立以色列的这个国，伊嘛是参与，所以咱读咱知影有知影这个这个撒母耳的这个代志，搁当然你嘛知影有先知，你山顶内底为着这个上帝国的代志，伊遐咧参与，甲遐真济迄拜巴利的人，伫遐咧，结果伊甲所做，互人讲这个上帝是唯一的神，伊参与，伊利亚。你看到这个倒立涂骹去讲借的，你嘛知，这个啥人？这个保罗，保罗本来嘛足歹，但是伊互上帝讲借的了，伊无共。你看伊伫上帝国度内底写遐尼济主的话，伊伫服侍内底有真济的辛苦，去用拍啦，去真济问题。但是大家拢会记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伊咧参与主的内底，无一定你要甲牧师讲，牧师啊，遮个人拢足伟大，阮就无法度。咱若无遮个人，对毋对？咱莫讲遮个人，
咱来讲其他。摩西要出世的时阵，迄个要接生即个婆婆接生婆婆哦，伊因为参与伫厝内底，圣经妈妈家己的啊，伊的妈妈嘛毋惊当初的即个发落的即个问题，伊嘛是甲藏起来饲啊。啊，即个啥人？即个撒母耳的妈妈哦，撒母耳的妈妈，你上殿祈祷，结果伊愿意参与你上帝的工作，伊生出撒母耳来祝福迄世代啦。啊，咱拄仔讲的以利亚，这嘛是啊，这一个寡妇呢，伊来接待即个啥人？以利亚。哦，来接来以利亚。啊，你看圣经讲真济吼，啊，即个是即个你若看到即个图，应该会当了解，这是迄个彼得的迄个啊岳母啦，吼，养母啦，啊破病啊，尾啊耶稣甲伊起来嘛服侍啊，哦啊圣经嘛甲记咧，哦啊佫有圣经佫有一个叫做多加，哦啊佫有啥人？佫有接，啊佫有接纳即个啊保罗的即个，哦即个嘛是你湖的边仔来接纳叫做尼底亚。啊！日子诶，牧师讲，这个人是讲啥物？这个人你当初是人迷亲啊，就是说讲话也无人也袂甲看中。啊，因为伊是查某人诶身份，互人看轻诶。毋过伊伫圣经诶内底，伊伫圣经诶内底拢甲记载伫。所以若参与伫上帝内底，上帝拢记念。哦，当然有真伟大。啊，当然你莫看见你家己。哦，咱莫看见咱家己，咱虽然做一术啊。会当做，咱尽力去做。我相信上帝拢来纪念，上帝拢来纪念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若讲咱是基督徒，你爱想，咱若真做一个基督徒，咱就是开始行一条永远永生的道路。咱对即摆行，就是要行到天顶去。啊，即个道路是啥物道路？即个道路你来想，你有归属上帝？你伫厝诶上帝厝诶内底无？你有伫上帝话语内中来学习大汉？啊，来行向即个成熟。第三，咱有委身来侍奉、牺牲奉献，上帝要叫咱做的工无？你使徒行传20章35节讲：我凡事做恁的模样，要安怎来磨呢？来扶持软弱的人，搁着记着主耶稣本身的话讲。互人诶，比对人提较有福气。求主赐予咱诶人生是一个福气诶人生，但是咱要做即个人生诶福气，要领会着，咱就知影讲，咱一步一步爱安怎来行。求主赐予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既然咱讲咱基督徒，咱爱想着讲，我有属于上帝厝无？我有学习无？更较重要就是讲，我有。委身侍奉，我有牺牲奉献，因为主甲讲，这是一条真有福气的道路。愿主赐福，兄弟姊妹，照着今仔日牧师所分享的，咱会当认真来思想、来思考，咱是毋是互主欢喜的基督徒呢？咱做阵压头来祈祷。现在主耶稣，阮感谢你，搁一摆。来到主你的宝座前，主阮相信你的话是要来提起，要来成就阮的祝福。愿主保守今仔日你无路用的仆人所讲的，甲兄弟姊妹，阮互相勉励，阮安怎会当做一个互主欢喜的基督徒，属于你的门徒，是主你的囝儿呢？主，阮搁再一摆甲阮拢献上，求主启示，求主带领。求主帮助阮，若倒也欠缺，若倒也不足的，主啊，你加添阮开导，互阮勇气，互阮会当讲伫即个当中，阮安怎会当搁再一摆有即个机会来回应你的疼，你的爱，成做主你所拣选的，所得到恩典，会当来三甲配合，会当三甲来显明讲主啊，阮是属于你的，主，阮多谢你，多谢你搁一摆。就你的话语来帮助阮，主甲兄弟姊妹仰望在你的手头，阮安尼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